好，来继续来看台北市一间医疗器材公司，是4兄弟做伙开的公司，涉嫌用俗价买入到假的防风电波器材，搁卖予10外间的医美诊所。这个检警昨暝约谈到12个人到案，包括涉嫌中介的行政院灾防办公室的科长，有马祖王阳明之称的洪明全。那医材公司4兄弟防申请收押。检判交保了后，警警行出来叫朋友游走。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干什么？阻挡人行，歹亲情，佮动手要甲人争，态度真惨手，法警冲出来叫义警离开。那查甫人拼死命要保护人士去。先走，离开。看到镜头就走，佮摕文件甲面查咧，伊是有马祖王阳明之称的行政院灾防办公室姓洪的科长，涉嫌协助医材公司进行非法有赔业务，张约谈以20万交保。两支手铐铐起来，伊就是医疗器材公司姓黄的负责人，涉嫌引进假包的防风电波医材，用俗价卖予医美诊所赚差价。4兄弟分工，2兄引进含改装，大兄含第3个负责卖，第4无技术执照，煞替人伫咧拍防风电波，4兄弟拢扣成押。检警调查，负责人的细汉小弟伫咧做赤卡仙仔，含一个自称护理师姓陈的中人斗空，找姓洪的科长爱伊做中人有人客，对外讲拍电波敢若需要5-6万，佮约伫咧5000级饭店甲人服务。警察伫咧公司勘诊所找到开发机器探头，佮有改装机组的工具含针剂等拢扣查扣。那市面上的防风电波会当有皮肤去了文，用一摆差不多10万。医材公司上准上机涉嫌非法引进，佮卖予医美诊所。名医李进良嘛用证人的身份叫约谈。李进良被指控涉案，赶紧发声明驳回，机器含探头拢是有经过官厂的认证，无中和使用。不过，感觉有其他医美诊所涉案，检警阁继续追查。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